我認為政府嘅嚴控仲係唔係好足夠嘅，反而咧就千方百計咧就係揾啲新嘢搞下嚇。我喺處都講過嗰啲叫做四代住宅啊嘛，對社會係咪有好處？我都有啲懷疑。大陸房地產開始爆雷嘅時候咧，我接佢啲項目，我做銷售啫嘛。佢話你要接我啲項目，一定要跟投，唔止公司要投，你嘅銷售經理、銷售人員都要投。我哋喺行入邊啊，其實好早都知道佢有啲唔對路噶啦。有內地學者認為咧，人民幣其實而家呢一刻咧係應該允許人民幣升值。其實你見到人民銀行佢定嗰個人民幣嗰個浮動價錢咧，其實都係偏向想升值嘅。本身人民幣係偏向好似係低估咗，呢個係現實。但係掉返轉係咪有咁嘅空間或者咁嘅需要咯？我覺得。歡迎各位翻嚟第二節嘅股壇思健，喺我身邊都係施生同埋浩德。施生喺上一節咧，你提過即係內房嘅情況啦。咁其實呢個會議咧，即係中央經濟會議咧，都有提出過咧，要穩定房地產市場啦，有序推出好房子嘅建設㗎。咁唔知施生你認為近來嘅即係內地嘅對樓市嘅政策咧，力度夠唔夠啦？亦都有評論認為咧，頭先講嘅好房子喺個咁多個政策裏面，其實排第8咧，似乎就係比較後少少啦。會唔會中央都覺得其實內房而家嘅風險唔係咁大，所以喺排序方面咧就擺後啲咧？我相信國內咧都係，如果喺中央層面咧，對之前房地產嘅過度發展啊，對社會帶嚟嘅傷害咧，仲係印象深刻嘅。都唔會話好想見到房地產又再好似以前咁熾熱發展，所以佢而家係穩定嚇、鞏固定咩？用咩詞啊？增控量去庫存，優供給有序推出好房子建設。咁佢都嗱，譬如佢以前叫嚴控增量啊嘛，嚴格控制增量，即係唔好批咁多地啊，唔好啟動咁多新嘅項目啊，有啲庫存比較多嘅城市咧，要暫停新嘅發展啊。咁我覺得呢個咧就係應該嘅啊，但係咧地方政府咧其實係好缺乏資金，所以都係念念不忘。最好早啲有機會俾佢賣到地，賣到地啊，多少有啲錢返。所以地方其實我覺得冇嚴控增量，只不過咧個經濟大環境令到佢無法增量。有啲地方係即係賣地賣過幾次都賣唔出，先死死地氣唔賣字啫。初期都仲又揾啲國企啊，或者揾啲城市發展公司啊嗰啲去頂住先嘅，但最後都因為空置太多，丟空嘅冇法利用嘅房屋太多，所以係都賣唔到啦，賣唔到。所以而家咧就我認為政府嘅嚴控仲係唔係好足夠嘅，反而咧就千方百計咧就係揾啲新嘢搞下嚇。我喺處都講過嗰啲叫做四代住宅啊嘛，第四代住宅嚇賣唔出點辦咧？大減價送優惠咯嚇，咁啊俾你以環保為名嚇，發展。即係公餘生活啊，改善人民嘅生活質素啊，咁哇個電梯大堂原來黐住一個大露台啊，又可以開乒乓波台，又可以捉棋，有啲仲將啲面積劃咗落去私人單位入邊，變咗你買1000尺嘅樓咧。
有1200尺嘅面積俾你喎。咁呢啲出咗嚟，咁相對以前買1000尺樓得翻800尺嗰啲，梗係競爭力強啦。啲佢哋叫第四代住宅，即係好多新嘅優惠嘅。咁其實都係想辦法突破嚴控增量，令到佢如果你唔搞呢啲咧，個市場環境都令你冇能力去發展新項目。咁俾咗啲優惠咧，咁先至有得發展咯。咁而家當然有一啲項目搞下，啲建築公司都有啲公開下，好似我哋咁。如果你冇項目，我哋喺內地好多生意係做一手發展商嘅銷售策劃噶嘛。咁你項目都冇，我哋冇得做嘅。即係佢有呢啲第四代住宅，對於我個人嘅生意嚟講咧，就會多咗啲機會嘅。但係對社會係咪有好處，我都有啲懷疑。咁啊，先生其實都似乎係於究竟房地產即係內地個情況係究竟價格係咪止跌回穩咧？近來咁另外咧就有一間好出名嘅內房公司萬科啦，咁近來都有涉及超過500億美元嘅有息債務咧，懷疑債務惡化，亦都有人擔心有可能會違約。你點樣睇？即係叫當年嘅或者係即係民企裏邊第一嘅龍頭大阿哥都有啲問題出現啊？係，其實大陸房地產開始爆雷嘅時候咧，當時有啲官員話呢啲係個別公司嘅現象啫。我當時已經講話呢個係一個行業整體都存在嘅情況嚟嘅，即係成個行業都係透過高槓桿啊、擴大規模啊去經營嘅。你唔係咁做咧，你就被排擠出局噶啦。所以個個都借特嘅咁所以一爆咧係整批地爆嘅。咁你睇到連萬科呢啲以前算管理得相對好啲嘅民企都出事咁我哋喺行入邊其實好早都知道佢有啲唔對路噶啦，因為我接佢啲項目去，我做銷售，因為佢話你要接我啲項目一定要跟投，跟投即係跟埋佢一齊投。唔止公司要投，你嘅銷售經理、銷售人員都要投，即係個人身份。係啊，我話我好難叫我啲夥計佢哋打工嘅啫嘛，點可以？佢話我唔理，你要做呢個項目就要俾錢落嚟。咁我都覺得佢可能資金緊，一個資金緊，一個佢係想做多啲，咁揾多啲人入嚟，佢咪可以做多啲。所以一個咧就係發覺佢哋資金唔係好夠啦。另一個咧年尾咧嗱，呢個唔係萬科有冇個別城市經理咁做咧？我唔知，但係內地就有啲發展商到年尾啦，佢同我講佢未完成銷售任務。你可唔可以幫下手？幫我買咗呢個項目嘅1/3，大概需要幾多錢？我唔係要你出嘅，我就係要你出字先啫。條數交咗上去，咁咧就過咗年之後，我完成嗰個佢有年檢噶嘛，檢查完咗達標就會同俾翻錢你嘅。咁我話哇咁樣一個佢本身仲有好多數未找噶嘛，我俾啲你到時唔找點算咧？我一個唔知佢找唔找即係出現呢啲情況，都顯示嗰個行業嘅發展係出現咗問題啊！所以就快爆雷咧，就我哋就好早就感覺到，但係亦都唔容易去解決嘅。我相信管
即係嗰啲叫住建部啊、城鄉發展部啲人，如果佢係接地氣嘅咧，多多少少都感覺到㗎啦。係嚇，不過咧就要去解決唔容易咁解啫。咁似乎即係樓價當即係未回穩之前都有好多個影響啦。咁但係其中一個咧，我諗都大家都會接受嘅情況就係，如果利息跌，應該對樓價回穩有幫助啦。問一問浩德啦，內地咧其實都似乎今年或者下年咧個利息個都係相對偏低啦。你認為有冇機會再跟美國一樣咧減多兩次息或者降多兩次準咧喺內地？第一就係大陸嘅利息週期啊，貨幣政策咧就跟美國冇乜關係。當然其實中美嘅息差其實對個資本市場係有影響嘅，因為即係你過去一見到中美個息差拉闊咧，都會影響個資金流。但係我覺得即係中國政府去決定呢個貨幣政策嘅時候咧，即係比較具體係睇翻自己嘅實際需要嘅。咁你話其實而家過一段時間美國有加完息啊，減翻落嚟，其實我哋中國大陸咧其實都係偏向寬鬆啲嘅低息嘅。但低完咧其實可以再低，因為咧你就算睇好似而家啲大陸咧，如果話師生節日啦，你已經去做港紙定期、去美金定期、破人民幣定期，人民幣定期應該係最低嘅而家，但係又唔代表其實人民幣嗰個利率係好低，因為咧我哋有個分別就係我哋大陸係個通脹係基本上接近負數咁滯，所以我哋個實際利率咧其實都仲高嘅，所以咧其實人民幣都係仲有一個空間係俾佢向下，即係利率啦，仲有向下調嘅空間咯，即係要考慮埋呢個通脹或者嗰個價格水平，就唔可以直接用個名義利率去判斷呢個事。師生估內地嘅息口會唔會再跌咧？其實內地咧就要寬鬆貨幣政策，要 QE 要減息啦嚇。降準啦嚇，咁喺佢未減息降準之前啊，佢已經係對兩種貸款咧係提供好大優惠嘅。樓嘅貸款其實唔算提供得多，提供咩咧？有一種叫做消費貸，有一種咧叫做經營貸。如果你話買嚟消費嘅，譬如買車有優惠，買家電有優惠，要銀行嘅利息比之前呢啲以前買樓嘅貸款咧係可以低啲嘅，因為佢有抵押品啊嘛。你做生意咧貸款就要高啲嘅，但係佢而家要刺激經濟。輔助中小企，所以如果你話係做生意嘅呢叫經營貸，經營貸咧佢就利息仲低過買樓嘅按揭貸款喎，咁即係比有資產抵押嘅貸款再低啲，再低啲，咁所以有啲人買樓咧就扮經營。咁有政策就有人走法律罅㗎啦，咁有啲人咧就做經營貸嘅時候就會話自己有層樓一齊去借，咁就呃咗銀行嗰啲低息咯，咁所以提供低息咧都唔容易引導嗰啲資金落入最需要嘅地方，好多時咧就社會上有啲呢啲都屬於 rent seeking 嘅，算唔算啊？尋租係咪？即係尋租嘅，即係政策嘅方向可能臨尾都去唔到想去嘅地方。係啊，咁但係雖然我諗師生同好多都同意就即係利息應該會再下跌啦。咁但係有另一個都好多人都會關心嘅同利息有關嘅資產，就人民幣咧係有機會會上升。有內地學者認為咧，人民幣其實而家呢一刻咧係應該允許人民幣升值啦。其實實際上人民幣過去幾個月咧對美金其實都係上升。咁唔知兩位點樣睇咧？究竟而家係咪一個好時機令到人民幣嘅價值係上升咧？師生點樣睇？中國雖然話想做多啲內銷，就唔使靠晒外銷啊嘛，但係中國其實都仲係出口啊，受到美國方面嘅打壓啊，而家歐洲有啲地方都加咗稅嘅。咁你如果係人民幣過強嘅話咧，就會令到佢嘅出口商品去到
外國嘅市場競爭力降低噶嘛，所以我相信中國政府係仲係當佢以國際貿易作為一個重要嘅經濟支柱嘅時候，佢都唔想人民幣嘅幣值過高嘅。當然中國有時會遇到，如果人民幣貶值咧，亦都會令到民生不穩啊，亦都會令到有啲人想設法走資啦。咁所以要睇嚟緊落嚟嘅形勢啦。如果係政治相對穩定，大家信心高嘅，貶少少都冇問題。我就認為，如果信心唔足嘅時候咧，就人民幣就要強啲咯。即係佢會可能睇信心問題，有時睇信心多啲，有時可能睇外貿多啲。等於美國聯儲局有時睇通脹多啲，有時睇就業多啲，有時睇特朗普多啲。而家係睇特朗普多啲。咁浩德點樣睇咧？浩德認為人民幣咪有即係容許有空間升值咧？其實近期係多咗討論嘅，即係喺個資本市場上高。咁第一就係見到人民幣本身就係向上咗一段時間啦，雖然其實個幅度又唔算好高。第二就係其實你見到人民銀行佢定嗰個人民幣嗰個浮動價錢咧，其實都係偏向上升值嘅。咁當然即係有幾個數字可以參考嘅。第一就係我冇本錢去升值咧，就係睇下究竟我哋人民幣而家究竟係咪即係所謂 undervalue 啊嘛。咁無論你睇有幾個參考嘅。第一你其實國際貨幣基金佢都有推算過啊嘛，即係你話大陸個GDP 如果用翻嗰個物價水平或者匯率水平去推算咧，其實而家可能係低估咗4-5成嘅。咁另外一啲推算就話你睇下去食麥當勞咯，麥當勞咧大陸食個麥當勞同埋你喺其他食嗰個麥當勞，咁都係差唔多平過一半嘅。甚至乎有啲推論話，咁而家點解我哋咁多香港人會走去深圳啊、珠海消費咧？就係因為平啊嘛。咁你諗下，如果人民幣唔係咁樣兌換嘅話，咁呢個咁嘅即係購物嘅套利都唔會出現。咁所以本身人民幣係偏向好似係低估咗，呢個係現實。但係掉返轉，係咪有咁嘅空間或者咁嘅需要咯？我覺得其實係其中一個好大嘅即係鼓吹人民幣升值咧，其實就係扣連翻頭先講，即係希望鼓吹個內需，因為透過嗰個人民幣升值咧，其實係會對個內需係個正面嘅影響。亦都有啲人講啊嘛，即係話因為點解我哋應該升值咧？因為我哋好多外匯儲備嘛，有3萬幾億。但係其實你要明白，即係而家我哋人民幣始終都係一個即係有資本規管嘅一個外幣啦。咁其實係如果自由兌換嘅話，其實嗰個外匯儲備其實係咪咁 stable 咧？其實大家都說不準嘅。咁只係大家就按咗現況咯。咁但係頭先其實我覺得對個出口嗰個敏感度可能反而唔係咁高，因為其實你諗下大部分而家出口嘅喺國內嘅出口嘅工廠，其實個競爭力都幾高嘅。即係其實可能佢哋擔心嘅唔係佢個價錢，因為其實性價比咧，其實去大陸即係升少少唔會有影響。係咪好大影響？譬如我啱啱去完波蘭咁佢嗰度好多大陸公司啊，好多人好中意買中國嘅嘢，因為佢哋冇咁多意識形態啊嘛，即係喺邊度平靚正佢又買嚟嘅。咁其實大陸公司係側面反映咗咧，其實個競爭力強。你總之唔搞佢啊，唔搞保護主義咧，其實佢哋 OK。所以你話如果有秩序地去升值咧，其實對佢哋都冇乜所謂嘅。其實有時咧，我想講有我啲朋友做廠啦，即係你升下值咧，其實佢都套到你嘅，因為佢喺即係佢再按破例人民幣等等咧，其實佢都有空間嘅。所以如果唔係急速嘅變化咧，其實我覺得對個外貿影響唔大咯。咁但係問題就係喺而家即係嗰個國內嗰個經濟都係有，即係通常你見到啦，一個國家一個貨幣佢哋要升值咧，最合理嘅方法就係佢經濟好咯，啲人想去投資啊，想去買嘢。咁而家中國大陸又好似個客觀環境個市場力量又唔係咁高，咁所以呢個我覺得係有少少係即係可能個政策方向希望做呢件事，但係就要睇下嚟緊一年嗰個即係個環境配唔配合咯。咁但係應該就算係升值咧，其實就應該個幅度都唔會話突然間即係 gap up， 即係一下暴升，因為其實頭先先生講，其實都牽涉咗好多其他嘅考慮咯。不過而家我就知道，即係市場上高咧，落注嘅資金係開始買人民幣升咧，就真係似乎開始啲倉位係比較多，呢個現實嚟。
咁最後一個問題問施生，施生嗱，外國咧好多時有人會質疑咧國內嘅經濟數據可能唔係咁準確啦。咁但係最新連呢個習近平主席都批評咧內地嘅數字咧可能注水啦、虛假開工啦。施生，你認為其實今次點解要公開批評？係咪即係啲數字或者造假比較嚴重咧？究竟會唔會影響未來嘅一啲經濟數字公佈啊？我相信咧就有一啲高層領導想知道嘅嘢，你梗係唔好佢啦。佢想知道你佢，咁佢梗話鬼你啦，有啲可能佢哋覺得站喺國家嘅利益唔適宜唱得太淡，譬如房地產而家想穩定房地產市場嘅發展啊嘛。咁如果房地產跌完又跌，又賣唔出又滯銷，咁對社會嘅影響唔好啊嘛。咁所以亦都有啲情況下，有啲提供嘅房地產數據俾社會嘅機構咧，好似俾人建議佢唔好講咁多啦嘛，係冇公佈咁多。咁呢個係咩嘢層面嘅領導嘅要求，我就唔知啦。咁所以有啲咧就想領導想知多啲，所以你冇侵咁多水分落去。有啲咧係成個社會佢覺得穩定至上，因為佢覺得房地產跌落嚟會影響金融嘅唔穩定啊嘛，所以佢係為咗穩定金融，因為你價格跌影響銀行信貸噶嘛，銀行一收縮可能影響好多㗎，所以佢有一啲嘢咧就都睇得幾緊嘅。咁以前咧就唔俾啲樓價升咗嘅價錢過高暴露我哋二手市場成咗層樓，佢都話：喂，你升咁多㗎，升咁多累到我今個月交唔到功課喎，你下個月揾一個平嘅成交咗，同呢個貴嘅成交咗一齊嚟登記，我先俾你登記。揾嘅市好，我好難揾到個平嘅成交㗎嘛。咁所以有啲成交都受影響啦。咁即係內地咧就對嗰個經濟數據嘅控制咧，我覺得有時都仲係可能社會利益為重，放得高過數據嘅真確性，咁先至會話俾人覺得有滲咗水分咯。咁我自己係傾向以最原始、最真確嘅信息，既俾國家知道，又俾人民知道，就好過即係其中一個會被蒙在鼓中咯。咁所以要了解國內經濟都係博大精深㗎。咁唔知對即係各位對國內經濟咧，頭先我哋提過嘅利息或者人民幣走勢有啲咩睇法？歡迎留言。咁記住我哋每個禮拜都有節目嘅，大家如果中意我哋節目 ，like、share 同埋訂閱我哋 Finance 730嘅頻道。我哋下星期再見，拜拜。